理想小學堂之細單位村屋值得買嗎？今日最主要分享嘅知識咧，就係講緊喂，究竟買村屋買細單位值唔值得去投資或者買入咧？咁我個人覺得嘅時候，首先啊，等大家知道啦，細單位有邊啲尺數啦？有200零尺、300零尺、400零尺、500零尺都有，通常400尺以上都係兩房㗎啦。咁啊，唔同嘅尺數點解會有咁嘅存在咧？因為呢啲係舊屋嚟嘅，咁啊舊屋唔等於舊，佢係有啲係舊屋重建，所以佢都可能係新嘅。咁同市場上700尺嘅流通量比咧，呢啲嘅細尺數嘅單位咧，市場上流通量唔多，但係都有一定嘅比例。咁如果你話講佢划唔划算嘅時候咧，即係值唔值得投資咧？咁好個人。如果以我自己嚟講咧，我自己入市嘅時候咧，我會買嘅時候咧，細單位最緊要，如果係平就會諗啦。如果你話貴啲，我都唔會諗。咩叫平咧？佢好似講緊而家2025年咧，而家4月啦，嗰個嘅下村有個150萬嘅單位啊，260幾尺。咁呢個260幾尺講緊俾首期25%都係22.5萬啦。律師費都係1萬蚊樓下，即係23.5萬計埋佣金咁樣，你得20零萬個單位。咁佢講緊租金嘅時候，即係租係供緊啊，供6000幾蚊一個月啦，6300幾咁樣。咁你收租大約係6000零至7000蚊到啦，當打一個和啦，但係人哋幫你供樓。咁譬如如果啲客佢真係諗住係投資收租嘅，呢啲100零萬就諗得過。咁至於你話其他嗰啲，譬如可能200零萬嘅時候，咁樣就要睇下係咪冧天台啦。冧天台佢都有一定嘅捧場客嘅，譬如可能220啊、230咁樣，因為個天台你望到即係天空上面星星啊，同埋遠眺周圍嘅環境，個感覺好舒服嘅。如果你話係其他價錢嘅200尾啊、300頭啊，甚至係話近西鐵嘅咧，近西鐵嘅細單位，我可以話俾大家聽，基本上唔好掂手啦，容易買就好難放嘅。點解咧？你放嘅價出嚟嘅時候咧，你又唔會放得平。咁你大放出嚟嘅時候，人哋市場上嘅客咧就會諗就係，喂，我用得呢個價錢，我俾多少少，我都買到700尺啦，我點解要買一個細單位啫？搬得入嚟元朗揾村屋嘅時候，都係即係貪佢嘅性價比高或者地方大啫。你性價比唔高，即係你嗰個價錢唔夠平，咁你地方唔夠大，咁其實就唔係好值得嘅。咁啊，所以如果你話近西鐵站嘅細單位咧，我建議大家就除非好中意啦，真係，如果唔係就冇乜咁嘅必要入貨嘅嚇。同埋細單位有一個好棘手嘅問題就係市場旺嘅時候好多人追捧嘅，但市場靜嘅時候咧，就大家會去翻理性嘅層面去消費啊。就係發覺，喂，我買個大單位住嘅時候，而家一個人梗係夠啦一房，但係我會結婚啊，或者我會有另一半啊，甚至可能生小朋友啊，咁至少要2房啦。喺咁嘅情況底下嘅時候，嗰啲一房嘅時候，仲係咪真係會有咁多人承接咧？之後咁呢個就變咗就係當市唔好嘅時候，大家唔會咁願意去買啲細單位，就會想買一啲真係700尺standard 嘅3房嘅村屋。咁所以大家如果係要考慮入市去買村屋嘅時候，而係去揀細單位，揾啲駁車係啦，唔一定頭先我講嗰啲單位啊，揾其他行家、其他啲單位，即係其他區嗰啲都係嘅，大埔區又好啊，西貢區都好啦，就唔好揾一啲個價錢係比較貴嘅細單位，因為唔係好值得去投資啊。當你放賣嘅時候咧，客人都會諗啦，新嘅買家都會諗，喂，我俾多少少都買到700尺啦，咁我點解仲要去買你呢個細單位啫？咁啊，希望我嘅分享幫到大家。今段片已經完結。歡迎留低你嘅睇法同問題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 follow 我哋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